1928年，日本關東軍炸死張學良嘅父親張作霖。年輕嘅張學良接過東北軍政大權，面對日本嘅威逼利誘，卻必須做出選擇。哥哥，日本人又送嚟秘密信件，話只要獨立，便支持你統治滿洲。父親嘅血仇未報，我點可以做漢奸？東北會一直係中國人嘅東北。張學良坐喺父親嘅舊辦公室裏面，窗外係刺骨嘅寒風，心中卻湧動住責任同使命。佢繼承咗父親張作霖嘅遺志，面對住複雜嘅歷史局勢。父親曾說，東北係我哋嘅根，所以我絕對唔會讓呢片土地被侵略者奪走。哥哥，外邊啲局勢越嚟越緊張啦，蔣介石嘅力量喺度增強緊，共產黨嘅處境越嚟越危險，我哋應該點算好？張將軍，不如我哋趁機攻擊南方，削弱蔣介石嘅力量。你哋唔知道，我哋唔可以小睇南方嘅力量。如果我哋輕舉妄動，只會自取滅亡。我哋需要嘅係策略，而唔係名利。我哋必須勸告蔣介石停止內戰，共同抗日。哥哥，你真係相信咁樣做可以改變啲咩咩？有時真正嘅改變係嚟自內心，而唔係外在。我哋要尋找真正嘅目標，只要揾到，我就相信我哋可以改變。張學良決定前往南京同蔣介石會面。佢走入會議室，蔣介石正在同顧問討論國家大計。委員長，日本人佔咗東三省，同胞喺度受苦，我卻要喺度打自己人。我唔要繼續咁做啦。委員長，請你停止國共內戰。你真係糊塗啊！共產黨先係心腹大患，張學良，你咁樣做係咪要背叛國家啊？委員長，我從來冇諗過背叛，我只係想為國家、為民族、為一條真正嘅出路、真正嘅未來。你咁樣做，淨係會令到敵人得利，令到我哋嘅努力前功盡棄。我希望你可以明白，敵人唔單止係愛，仲喺我哋嘅心中。如果我哋唔可以團結，一同抗日，無論幾耐嘅努力都唔會有成果。我係唔可能停止攻打共產黨嘅，永遠都唔可能。但確實繼續內戰唔係好方法，不如諗都唔好諗。張學良返屋企，佢嘅妹妹依然充滿憂慮。哥哥，你真係要咁做咩？我擔心你會面臨危險。妹妹，呢個係我必須做嘅選擇。為咗我哋嘅國家，我唔可以再坐喺度等啦。哥哥，蔣介石真係值得信任咩？歷史嘅選擇沒有退路，我哋必須要團結，互相相信，一齊抵擋日本嘅侵略。應該點樣行動啊？蔣介石可能會對我哋發起攻擊㗎。我哋必須主動出擊，與其被動應戰，不如主動讓佢明白我哋嘅決心。我哋必須支持國民政府走向統一，抵擋外敵。萬一蔣介石唔信任我哋呢？歷史嘅選擇沒有退路，我哋要為咗民族團結而戰。1936年，張學良同楊虎城喺西安秘密策劃，決定發動西安事變，扣押蔣介石，逼佢停止內戰，聯合抗日。我哋必須讓蔣介石明白，抗日先係最緊急嘅，呢個係我哋唯一嘅機會。我哋唔可以再令到國內嘅紛爭阻礙抗戰。多次勸諫失敗後，張學良同楊虎城決定兵諫，一場改變中國命運嘅風暴即將來臨。喺1936年12月12日凌晨，一聲槍響打破肅靜，東北軍闖入蔣介石房間，蔣介石慌忙翻窗逃跑。報告少帥，委員長躲入咗驪山嘅石縫，已經揾到。務必保證佢嘅安全，記住呢個係兵諫，唔係政變。
哥哥，南京嗰邊話你係叛徒，萬一……個人生死不足惜，但求中國不亡。西安事變爆發，張學良同楊虎城扣押蔣介石，引發全國關注。你知唔知道咁會帶嚟咩後果啊？我知道，咁會付出代價，但如果我哋唔改變，未來就會變得更加糟糕。呢個係我必須承擔嘅責任。你哋呢啲係背叛，我係絕對唔會妥協噶。呢個係為咗中華民族嘅未來，你必須要理解，我哋必須要團結。經過幾天嘅緊張談判，蔣介石最終同意同共產黨合作，共同抗日。我同意聯合抗日。太好啦！我相信只要我哋聯合抗日，就一定可以打敗敵人。張學良企喺西安嘅城牆上，望着遠方，心中感慨萬千。歷史嘅洪流中，我嘅選擇將影響未來嘅發展，所以堅毅嘅選擇係我哋國家嘅承諾。哥哥，你係勇者，你嘅選擇將會改變歷史。冇錯，喺呢片土地上面，我哋係勇者，冇咩可以阻擋到我哋前進嘅腳步。哥哥，無論如何你都要堅持落去，因為呢個係我哋嘅使命。冇錯，所以無論幾艱險，我都會一如既往咁堅持落去。張學良嘅堅毅不僅在於佢嘅決策，更在於佢對國家同人民嘅責任感。喺歷史嘅長河中，佢用實際行動證明咗一個將領嘅勇氣同擔當。未來嘅路任重而道遠，但我無所畏懼。嗰個動盪嘅歲月裏，張學良將永遠被銘記為嗰位堅定前行嘅英雄。佢嘅選擇改變咗歷史嘅軌跡，佢用堅毅同無畏試圖改變嗰個時代嘅命運。西安事變同東北易幟成為咗佢人生中最重要嘅篇章，都令我哋深刻理解到真正嘅堅持同勇氣永遠唔會被時間抹去。